嗨，大家好，我係小錯。你係咪一直都係單身，即係母胎單身，或者咧都試過曾經有一啲無疾而終嘅關係呢？但係唔知究竟係自己定係對方嘅問題。無論點都好啦，你都要先要關注自己，提高自己對兩性關係嘅認知，因為你可能冇意識到你目前所做嘅行為呢，其實係會令到異性慢慢遠離你嘅。今集咧，我會根據性格心理學同埋行為學嘅研究嚟同大家分享，可能會導致你一直單身嘅6種行為。呢啲行為咧，可能就係阻礙你揾到有效關係嘅絆腳石。到底係邊啲呢？跟住落嚟，我哋嚟睇下。第一個就係你喺愛情關係當中咧，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導致自己好似倉鼠跑輪咁樣一直輪迴。呢一種狀態嘅男人，可能一直都好清晰同埋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女人。呢個係好嘅一面，但係唔好嘅一面就係咧，對另外一半嘅期望太過高啦，太過在意對方嘅反應。呢個咧，往往就係導致喺愛情當中最後失敗嘅原因，因為你嘅大腦之中嘅潛意識感覺到佢唔係你所希望嘅一切。當你需要做出一個決定嘅時候咧，你嘅腦入面咧就會進行判斷，可能就係因為咁樣而扼殺咗一個你有機會令到佢變成一個好好嘅約會嘅行為，又或者係放棄同對方嘅聯繫。例如你一見到對方唔啱嘅地方，就好似佢當日又或者係第二日冇覆你短信，就心急，就責怪對方，同埋唔再信任對方，甚至乎咧將對方直接拉黑咗。其實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係需要時間同埋精力去處理，更加咧係需要磨練自己嘅耐心同埋信心。話埋你試下學習重新開一段新嘅話題之後咧，你同對方嘅關係就有咗新嘅轉機。第二個，你喺潛意識之中咧設立咗太多不切實際嘅標準。依家我哋都會喺網絡上面見到太多關於模範情侶標準嘅相同埋貼，呢個咧可能就會開始影響你嘅判斷力，俾一啲不切實際嘅高標準俾你。你想要一個你得唔到又或者係錯誤嘅女人，沉迷於高標準嘅女人咧，會阻礙你好多寶貴嘅時間，更加咧係會錯失適合你嘅人。太多呢啲不切實際嘅標準環繞你咧，咁樣導致你就好容易錯失咗真正嘅良機。事實上咧，建立關係有陣時咧，更多係要成為大家合適嘅人，而唔係話你去揾到你認為合適嘅人。第三個咧，導致男人單身嘅行為就係對愛情咧抱有憤世嫉俗嘅態度。對於曾經被傷害過，又或者係聽講過太多嘅愛情破滅嘅案例嘅人嚟講咧，唔再相信愛情咧係可以理解，就好似話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繩咁樣。但係如果一直令自己陷入咗消極，並且令自己一直沉淪於痛苦啊、怨恨啊同埋遺憾之中，只會令到你得唔到好嘅結果。如果你都有咁樣嘅經歷，感覺好受傷係好正常嘅，不過亦都唔好因為咁樣咧失去咗喺你嘅經歷入面成長嘅信念。第四個導致男人單身嘅心理就係你曾經受過嘅創傷仲未得到解決，仲未真正克服，同埋一直帶住呢一啲創傷，不知不覺咧令到佢破壞咗你嘅感情關係。你過去痛苦嘅記憶同埋情感傷痕，例如之前戴咗綠帽啊，又或者係唔太美好嘅一段感情，又或者係童年有個不愉快嘅記憶。第五個會導致男人單身嘅心理因素就係認為發展一段關係咧就會失去咗自我。喺一啲好浪漫嘅喜劇嘅電影又好，電視劇都好，好多男人通常都會對另一半言聽計從，但係佢哋呢一種行為咧，你就唔多贊同佢哋。你嘅潛意識入面咧，更多係驚承諾，因為你覺得當你發展一段關係嘅時候咧，你就會失去咗自我同埋自由。但係其實事實可能係相反嘅，因為喺健康嘅關係入面咧，你永遠都唔應該為咗一個浪漫嘅伴侶，同埋為咗維持一段關係而犧牲咗你自己嘅個性、你嘅自由啦，又或者係你嘅自我。喺愛情入面，勝利者嘅標誌，持久嘅關係係學識保持獨立，同時雙方咧都感覺到快樂。第六個會導致男人單身嘅就係你冇從過往嘅錯誤當中吸取經驗，所以大家有冇思考之前接近一個異性有邊啲行為係做錯咗，犯咗邊啲錯誤呢？有冇意識到並且係去改正？如果你唔知，仲未發現有任何嘅錯誤，呢一個就係阻礙你揾到合適對象嘅最大嘅不利嘅因素。如果唔去揾正確嘅方法咧，就會一直犯同樣嘅錯誤，並且咧無限咁樣循環落去。希望咧透過分析以上6個行為，可以幫到大家理清一啲情感問題嘅思路。大家仲想聽邊啲主題呢？亦都歡迎喺討論區留言。我哋咧有一本電子書限時免費分享俾大家。
有興趣可以快啲點擊描述欄嘅資訊下載。另外，如果你依家有遇到一啲同女仔嘅傾偈問題，唔知點覆機，亦都可以私信我幫你。好啦，感謝收睇，下集再見。